罗马书第9章甲第10章，我伫基督讲话真实无白贼，我的良心你信心甲我三甲做干净，我有大忧闷，痛心无煞，因为我为着我的兄弟，我的骨肉的至亲，就拿本身受咒诅，离开基督也甘愿。因是以色列人有做囝的名分，有荣光，有遐个约，有律法的传授，有好势的礼仪，有遐个应允，拢属于伊。耶主是因的主，照肉体来讲，基督也对因出，伊是万物的顶面，是上帝确定俄乐甲大大的阿门。第10章，兄弟啊，我的心所意啊，所退因对上帝求的，就是因的得救。因为我为着因做干净，因上帝有热心，总是无照着真的知识。因为因毋知上帝的义，爱你家己的义，就无降服上帝的义。因为基督做律法的结尾，直到离归伊，见着伊信的人。刘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最近美国有一个影片真红，叫做《芭比》，毋知咱有人去看过无吼？拍算咱的姊妹中间已经有人去看过，若看了好看吼，甲阮报一个。不过伫印度嘛有一个影片真红，叫做《印度人》。这个影片咧描写有6个印度人，然后因受派秘密进入到中国来执行一寡特殊的任务。因为这个影片中间有一寡剧情是咧影射2020年中国甲印度的边界，一个叫做加勒万河谷的所在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同时，伫这个剧情中间也咧影射，也是咧讽刺，就是中国有制造这个致命的病毒，咱讲的 COVID-19。所以，这个影片本身非常的敏感。这个制片人其实是一个伫美国的一个外科医生，本身伊是一个印度人。伊拍这个电影，伊讲我有一个目标，就是希望一个普通的人，一个普通的印度人，也通成做一个国家的保护者。所以，伊要传达所谓的爱国主义这款的信息。印度的媒体非常高举这个影片，伊讲每一个印度人拢着爱看这个影片，因为这是一个爱国主义的影片。总是中国的媒体非常批评这个影片，伊讲这是咧散布民族的仇恨，甚至写批去要求印度的政府着爱将这个影片爱甲伊摕掉。这个影片产生的一个冲突，就是民族主义。对着一个民族，有一寡人咧宣扬爱国主义，总是伫咧宣扬爱国主义的过程中间，可能对另外一个民族产生侮辱、冤仇，甚至有可能产生战争。咱知民族是对文化甲血缘的继承所造成的一个共同体，所以这个民族甲着种族、甲着国族、甲着族群，拢有密切的关联。咱若讲族群，咱偏重的是咱血缘关系；咱若讲国族，所偏重的是国家的主权；咱若讲着族群，较偏重的是文化、风俗、习惯甲语言。民族对着一个人来讲是非常的要紧，因为咱每一个人生来就是伫一个民族内底，咱是伫一个特定的民族中间，咱咧生活，咱咧学习，咱咧成长。所以自然而然，一个正常的人，伊对着家己所属的民族有一种的情感。特别如果这个民族有好的历史传统，有伟大的成就，那呢，你对着你家己的民族，就有愈深的一个感情。健康的民族的感情，会通帮助民族甲民族中间良好的互动、学习甲尊重。总是，当这种的民族的感情，若受到野心家，包括宗教的野心家，也是政治的野心家来操控的时阵，那呢，这个民族的感情
可能会演变成做一种无健康、上时有害的民族主义。咱需要有智慧，会通分别什么是真实的民族的感情，什么是有害的民族主义。伫咱今仔所读这段经文中间，保罗先生咧表达伊有真深的民族的感情。上时，另外一段经文第10章，伊要指出，伫伊的信仰中间，伊必须要超越民族主义这款的局限。保罗先生甲大多数当初时的犹太人同款，伊原本是拒绝耶稣基督福音，甚至为着因犹太人因的这个律法的缘故，为着做一个犹太人因的宗教、因的文化，伊甚至迫害当初时初代教会基督徒，伊要掠基督徒到伫监牢内底，甲因拍、甲因关。总是上帝却拣选这个原本民族主义者的保罗，互伊成做一个外邦人的使徒。伫初代教会中间，拍算无有任何一个人会通亲像保罗，伊捌3届的旅行的报道，然后将福音传到伫侪国家、侪地区。保罗先生因为接受着上帝的启示，伊深信一项事，就是上帝的救恩对伫所有人拢是同款，无论是犹太人也是外邦人。一个人会通得救，是在伫伊是毋是接受耶稣基督福音，无在伫伊是毋是来遵守伊传统民族的一寡教义，也是一寡律法，也是一寡规定。特别无在伫伊是毋是爱遵守犹太人历史传统中间迄个要紧的律法。那即款的观点，对伫用律法、摩西律法成做整个犹太民族的一个文化甲历史的根基、信仰的根基的犹太人来讲，因真困难接受。所以，袂少的犹太人怨恨保罗，甚至将保罗甲伊看做是一个民族的叛徒。根据《使徒行传》的记载，保罗到一所在传福音的时阵，拢会去拄到一寡强烈的犹太民族主义者的干扰、迫害，甚至诽谤甲迫害。因指控保罗讲，这个人敢若亲像瘟疫，就是敢若亲像传染病，所以伫天地侪所在来生起侪缭乱。伊讲，这个人就是拿撒勒党，就是耶稣出世拿撒勒党，所以因将当作是初代教会这信徒，甲因称作是拿撒勒党。因讲是拿撒勒党的一个头目，因来是要迫害阮犹太所有者的律法。但随望遭受犹太同胞者的误解、诽谤、甲着迫害，拢是保罗伊无失去伊做一个犹太人，伊对着犹太民族迄个深深的感情。所以伫咱今仔所读的经文中间，第9章第20到第30，保罗先生安尼告别伊内心的感情，伊安尼讲：我伫基督内面讲真实的话，我无白贼。有我的良心甲圣神同齐为我来做见证。我有大忧闷，我的心非常的痛，因为我为着我的兄弟，就是我的骨肉至亲，就是我本身受到咒诅，甲着基督相隔离，我也甘愿。保罗先生在伊遮犹太同胞对伊产生误解，伊在伊的遮的同胞将伊看作是民族的叛徒，伊嘛明白。这个时阵，对着伊有强烈偏见者的犹太人，可能袂通相信伊的话。伊非常的清楚，因为原本是这款的人，所以伊知影目前伊的处境。总是伫这款的处境中间，伊犹原要表达伊内心真实的感情。伊毋但是要用伊的良心做见证，伊邀请圣神来为着伊来做见证。保罗知影这样事，若照上帝拯救的计划，甲上帝落尾的审判，犹太人拒绝福音，也的确互上帝所拒绝。伊一方面非常敬畏，也顺服伫上帝的审判；总是一方面为着家己的同胞受到拒绝，伊心内非常的艰苦。保罗伫这段经文中间表达伊强烈的民族的情感，伊内心介大忧愁甲痛痛，就是伊看起犹太人。因为拒绝耶稣基督福音，会为着家己的民族
带来正大的灾祸。所以为着因的得救，保罗甚至讲：我愿意受介大咒诅。咒诅这个字，伫希伯来人内底，就是讲被赶出、被隔离，然后被气杀。伫古早犹太人中间有一寡人得到咱讲的大麻风，台湾话讲较歹听的叫做泰戈病。得到泰戈病的人，因就是爱受隔离、受赶出因原本所徛起的所在。保罗伊感受到，若是为着这个伊的同胞会通得救，伊就亲像一个泰戈病的人，互人赶出去，互人受咒诅，伊也愿意甘愿。保罗原本伊无信基督，总是当信基督了后，伊知影伊的性命归属基督，所以常常伫伊的话内底讲一句话：伫耶稣基督内面，基督伫我的内面，我伫基督的内面。伫顶礼拜咱所讲的信息中间，特别是罗马人书的第8章落尾，保罗讲：我相信一项事，无论天顶地下，无论什么款有气来，无论是天使，无论是有权的，无论是时间，无论是空间。无有一个气力会通互我、互咱甲耶稣基督会疼三角隔离。伊相信无有一个力量会通互伊甲耶稣基督三隔离。总是伊讲，若是为着犹太人会通得救，我就是甲基督三隔离，我也甘愿。我知影有一寡台湾人真关心台湾，希望台湾人会通团结，会通共同来维护台湾的民主、人权、甲着主权，所以当因看起侪台湾人无团结的时阵，因非常的愤慨，甚至愤慨中间会讲一句话：台湾人死好。我相信你捌听过这句话，拍算你嘛捌讲这句话。保罗先生对着当初时，侪犹太人感觉非常失望，总是伫这个失望中间，伊犹原用祈祷的心来表达伊民族的情感。伊无咒诅讲犹太人死好，伊是讲为着犹太人会通得救，我家己受咒诅，我也甘愿。这个，互咱想起到伫旧约圣经中间一个要紧的人，叫做摩西。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出来吉，到伫旷野，领受10条诫。总是以色列百姓伫旷野就开始犯罪。特别是犯第1条诫，因为着家己做金牛犅、做金像，惹动上帝对着因的受气。上帝非常生气，要灭绝因。伊对摩西讲：这些百姓，藐视我，要到什么时阵啊？我伫因中间行遮济的新约甲技术，因犹原无信我，要到什么时阵啊？我要用瘟疫来拍因。互因袂通承受迄块应允互因的地，像是我要互你摩西，你会通成这一个大国，比因搁较强。摩西听起这个话，伊心内非常的艰苦。伊向上帝讲：上帝啊，求你赦免，求你赦免因的罪。若是你无要赦免因的罪，求你也做一项事，将我的名对生命册甲伊涂掉。我甲我的同胞做伙，若是我的同胞爱灭绝，求你也来灭绝我。摩西为着家己的同胞求赦免，情愿家己的名对生命册来涂掉。甲保罗先生伫这个所在，为着犹太同胞祈祷，为着因的得救，甚至家己愿意受咒诅，伊也甘愿。对摩西甲保罗，咱通看起一件事，一个有深刻信仰的人。对家己的同胞也的确有深刻的疼，一个有真实信仰的人，对着家己的同胞也的确有真实的疼。希望这些同胞、朋友、亲人对有误解，甚至抵着因，甚至迫害因、伤害因，总是因对着因心所怀的意念，就是疼。这嘛是耶稣基督民族的情感。耶稣要徛伫山顶来看耶路撒冷城，对伊的心讲出真感慨的话，讲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就是害死遐先知人，佮用石头钉死风车来到伫你中间的。我认济摆要自执你的儿女，
亲像家遐某自执家遐囝，伫伊的19个共款，总是恁无爱。耶稣也感觉即种的艰苦，伊也受到犹太人即款的拒绝，总是随往受到犹太人的拒绝，甚至犹太人的迫害。耶稣伫克西尼马园祈祷，伊知影即个苦杯，伊就爱啉。伊感觉非常的艰苦，因为啉即个苦杯，就是代表互上帝所气杀。总是耶稣犹原伫克西尼马园安尼讲，就照你的意思，毋是照我的意思。上帝互耶稣啉即个苦杯。兄弟姊妹，有的时阵伫咱的生命中间，咱嘛爱啉苦杯。当你欢喜做基督徒，当你欢喜侍奉上帝，你爱有一个心理准备。有的时阵，上帝互你的毋是福杯，上帝互你的是苦杯。你是毋是亲像耶稣基督，看到即个苦杯的时阵，你也通祈祷讲，就照你的意思，毋是照我的意思。耶稣基督啉即个苦杯，所以对着犹太民族中间反对伊的人，也是迫害伊的人，耶稣犹原存即款的痛，为着要拯救犹太民族，也就为着要拯救所有世间所有的人，伊愿意互人定十字架。伫十字架顶，咱听起大声喊话讲：“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啥事气杀我？”马勒特蕾莎讲了非常的好，伊讲：咱基督徒必须要伫痛的内面来成长，咱必须要学习去痛，痛到什么款程度？痛到你受伤。伫昨咱练习的时阵，有咧讨论一个问题：到底这个爱，咱是要读做爱，还是要读做痛？咱中间有一个叫做台湾阿明也讲了真好，当然嘛爱读做痛。真实的爱就是爱甲会痛，爱到会痛，爱到成伤。这款的痛就是将别人可能拄到的不幸，将别人所拄到的艰难，放伫家己的身上，互伊家己的心灵来承受介大的忧伤、痛甲受伤。但这是圣经所描写上帝生成的痛。一个充满怜悯、感情的痛，上帝用这款的痛来疼世间人，才会通成全伊的拯救。耶稣基督用这款的痛来上十字架，才会通完成拯救的工程。但保罗先生深深知这款的痛，所以为着这款的痛，伊来为着犹太人祈祷。我相信在咱的教会中间，有袂少兄弟姊妹用这款的痛来疼你的儿女。你的儿女互你真艰苦，你的儿女互你真痛心，总是你做伊的父母，你犹原欢喜，疼甲会疼。我也真是希望，在咱教会疼咱教会兄弟姊妹，用这款的疼来疼咱的教会。敢在伫教会中间有人得罪你，敢在伫教会中间有某咪兄弟，也是某咪姊妹讲话你无介意听，也是做一寡代志，你感觉无适宜，你是毋是会通听伊？做爱咱的疼，是疼甲会疼，愿意将别人所拄到的承担伫你家己的心灵中间。保罗先生用这款的疼来疼当初时遐个反对伊的犹太人的同胞。但保罗先生非常清楚一项事，就是犹太人伫个历史中间，伫个传统中间有真大特别甲上帝的关系，所以非常学了。犹太人，伊家己本身嘛是一个犹太人，还是讲以色列人？伊讲因是以色列人，因有上帝呼应囝的名分，因有荣耀，因有自由，因有律法，因有宗教的礼仪，因有应允，就是信仰的列祖嘛是因的祖先。照着肉体来讲，基督嘛是对因中间出。但这个话，毋是咧肯定以色列百姓，嘛是咧彰显上帝确实。捌伫以色列百姓中间，互以色列百姓成做伊的选民。但因成做上帝的选民，领受侪恩典，因也有担负一个特别的一个地位，甲因的使命，然后甲上帝建立亲密的关系。因的使命是啥物货？爱成做外邦人的光。拢是保罗也点出是安怎伊非常的忧伤，就是讲以色列人有领受遮尔济的特权，
有领受遮尔济恩典，总是因却硬因的心拒绝耶稣基督的救恩。因甚至上帝找到伫因中间的基督，甲伊钉死伫十字架顶。以色列人应该伫领受遮尔济恩典中间，应该顺服伫上帝，总是因所选择的是另外一条路。保罗感觉非常的伤心，是因为看起当遮犹太人失去遮救恩的机会时阵，无担起因应该担起的使命，甲着责任的时阵，伊知影犹太人做这款的决定，会带来严重的灾祸。当咱来详细看，到底保罗所讲犹太人因所领受的遮个特别的恩典有偌济？第一，因是上帝的选民，上帝要对因将因对万百姓中间，甲伊分别出来。出来特别记载以色列人安怎成做上帝的选民。主上帝讲：我对埃及人所行的事，恁拢捌看见。恁嘛看见我亲像什么货？亲像鹰鸟展开伊的翅来陪恁，派恁陪恁来到伫所应允的地，互恁归伫我。当恁若真实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伫列国中间做我家己的宝贝。全地拢是我的，也拢归伫我，总是我欢喜敬恁，诚做归伫我的百姓，祭司的国，圣洁的子民。这是上帝对着以色列百姓特别的拣选。但因为这款的拣选，所以因有囝的名分。伫出来记第4章第20节讲，上帝捌称以色列做伊的囝。既然有囝名分，就会通继承上帝所应允各种的产业这款的权利。以色列百姓嘛捌亲目睭看见上帝的荣耀。当因伫旷野的时阵，因有用布棚来起会幕来敬拜上帝。每一届会幕起起来时阵，云彩就来到伫会幕顶悬，上帝的荣光就充满伫遮的布棚。日时耶和华的云彩伫布棚顶悬，每时遮的云彩中间有火，上帝的荣耀临到伫因中间。因捌看起上帝的荣耀安怎来带领因经过伫旷野遮的日子。除了这以外，上帝是一个立约的上帝。上帝要甲因的祖先亚伯拉罕立约，佮通过摩西甲所有以色列百姓立约，落尾也佮甲大别立约。这个约拢只有以色列人有的，其他的民族无。啊，佮赏赐因律法，律法是上帝特别赏赐以色列百姓列国所无的。诗篇诗人特别为着这样代志，大声来感谢上帝，讲：你将你的话指示雅各，你将你的律例甲判断指示以色列。你毋捌对其他的国家民族安尼做，独独你对着阮以色列百姓安尼来做。所以以色列人啊，你着学了耶和华。有这个律法，有这个经文了后，就开始有敬拜的礼仪。以色列人有非常完整安怎敬拜上帝这个礼仪，然后阁有应允。上帝将迦南地应允予以色列百姓，也应允亚伯拉罕的子孙要亲像天边的星、海边的沙，也阁有一个足大的应允。救赎要对以色列人出，因有来做，就是这信仰的祖先，这信仰的伟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大卫，这正先知拢是的祖先。所以，通我讲是信仰、信心伟大人物的后代。最后，保罗特别指出一点，就是照着肉体来讲，基督这个弥赛亚，上帝应允予世间人的拯救者，也是对犹太人来出。这通讲是所有犹太人特权中间介大一个特权。耶稣对犹太人出，而且做一个弥赛亚，毋也是干要犹太人是互万族，但是伊是对犹太人来出，所以。基督原本是犹太人介大的一个福气，但是犹太人这个时阵却来失去这个机会，因拒绝上帝所找到的因中间的弥赛亚。咁在未少犹太人伫这个所在摇疑，以色列人敢若属上帝所启示，我帮人来得到祝福，那呢是毋是违背上帝甲以色列人所立的约？保罗先生非常清楚讲，毋是，真正违反立约的是犹太人。毋是上帝。咱来读规本的旧约圣经，对出来及记，一直到伫列王记，一直到伫历代记，一直到伫所有正先知，要指责的一项代志，讲以色列人啊，你是安那常常背约。
真正培育的，毋是上帝，是以色列人。所以保罗先生讲，人的未信，未通毁掉上帝的信息。若是人的无信，会通毁掉上帝的信息，就无有真正的拯救。保罗先生佫讲，对亚伯拉罕所生的，无拢是应允之子。伊是玛利甲着以撒，拢是亚伯拉罕所生的，伊有血缘关系。就着体来讲，伊拢会通称作是因的爸。总是伊是玛利是只有血缘的关系，是血气之子。以撒甲亚伯拉罕除了血缘关系了后，伊是根据上帝应允来生，是应允之子。所以上帝对亚伯拉罕讲，对以撒所生的，才要成做你的后裔。换一句话讲，亚伯拉罕后裔是啥物人？是迄个用信心来领受上帝应允的人，用迄个信心来守约的人，这是真做亚伯拉罕后裔。毋是根据血缘，毋是根据肉体关系，是根据上帝应允甲人的信心，才会通真实成做亚伯拉罕的子孙。以色列人中间当然有一寡效法亚伯拉罕信心的人，正先知就是代笔就是敢毋是？总是以色列人中间搁较侪人，因无即款的信心。第九，因毋是用信心来谦卑来遵守上帝约，遵守上帝真理，因是靠着因血缘甲肉体关系来夸口因家己的民族。民族咱有情感，这是好代志。特别是民族中间，若有伟大的成就，有好的历史传承，咱对着感情愈较侪、愈较深。总是咱爱设立民族的感情，若无设立，就真容易变做一种的民族主义。这个拄亲像咱每一个人，咱每一个人自然而然的听你家己。总是你听你家己，你看家己看到款的地步，有可能就变做自我中心。当你真做自我中心的时阵，你是活伫罪的中间。事实上，圣经内面记载耶稣安怎看民族主义。特别耶稣安怎批判这个下世的民族犹太人的民族主义？有一回，耶稣伫即个伊伫一个罗马庇护中，伫即个故事中间，咱知耶稣对即个罗马庇护中，伊讲伊萝卜破病，恳求耶稣来治医。耶稣讲好，我来去。当时即个庇护长讲毋通，我嘛是一个主管，我嘛是一个有权柄的人，我知影。若是我下一个命令，这样代志就安尼成。所以耶稣，请你免到我的厝，只要你讲一句话，我的萝卜就会通得到好。耶稣学到这个外邦人罗马的庇护长，伊讲：我毋捌看过伫以色列人中间有遮尔大的信心。对着上帝有大信心，显然无局限伫犹太民族中间。有一寡外邦的人，因对上帝比犹太人更较有信心。犹太人看无起外邦人，认为这外邦人袂通得救，总是耶稣却对伫通过这个罗马的这个官长的故事，伊对犹太人安尼讲：我实在甲恁讲，对东对西，要有一人教，要甲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同坐到伫上帝国。若是本国的子民，反倒转要被赶出到伫外面的黑暗，伫个所在有铁靠。家己甲切去，在这故事中间，显然耶稣认为一寡外邦人，因比犹太人更较有信心。耶稣学到因的信心，耶稣讲：这个人要进入到伫上帝国，反倒等一寡无信心的以色列人，反倒等受到败退。还有一个故事非常的要紧，就是好的撒玛利亚人的故事。这个故事咧讲到有一个捉bắt犹太人的律法，这个律法师伊来试探耶稣。伊为着要表达家己足捌律法，比耶稣佫较捌，所以就问耶稣一个问题：啥物人是我的厝边？啥物人是我的厝边？耶稣伫伊个问题中间，用好的撒玛利亚人的比喻来做回答。迄个真正疼厝边的人，真正疼迄个受伤、互擦家拍到伫迄个所在常常要死去的人，毋是犹太的祭司，毋是犹太的同胞。反倒当是一个犹太人所看无起的撒玛利亚人。耶稣这个比喻显然是咧讽刺，这个看重律法、这个正捌律法的这个犹太的律法师，
因虽望知影律法的意义在伫听的改面，因虽望有法度回答讲，介大改面就是真心真意、真力听主你的上帝。第二个也三亲像，就是爱听厝边家己，总是因将听上帝，将听厝边，该局限伫犹太民族内底。上帝是阮犹太人的上帝，阮所要听厝边就是阮犹太人的民族，都是耶稣拍破这款民族的局限。耶稣用这个好的撒玛利亚人来讲，真正来实行听厝边亲像家己的，是这个好的撒玛利亚人，恁犹太人所看无起的外邦人。保罗先生所接耶稣这款的精神，所以伫咱今仔所读的经文《罗马人书》第10章内面，伊也指出犹太人伊的毋对的所在，也要指出上帝的救恩。袂当互犹太人的犹太主义伫这个所在所局限。保罗讲，我会通证明一项事：犹太人真有热心，对上帝真有热心，总是毋是照着真的财物，因为因毋捌上帝的义，想要立家己的义，致到因无法度顺服伫上帝的义。犹太人这种无知的热情，表现伫因激烈反对先知、反对基督。因甚至将基督给钉死伫十字架顶，常时不断咧迫害这基督徒，互人感觉惊吓的是，当这狂热宗教徒因咧害这基督徒，因咧迫害基督徒的时阵，因有一个理由，这个理由是讲，阮咧侍奉上帝。兄弟姊妹，狂热的基督徒，也是狂热的宗教徒。有的时阵是用侍奉上帝这个名义来迫害别人，咱就爱斟酌，爱细腻，唔通陷落伫这款的陷阱。保罗先生会通讲这句话，因为家己本身就捌安尼，伊家己本身就非常的狂热，为着律法的缘故，为着犹太人民族的缘故，伊迫害这这基督徒。但保罗先生指出，犹太人问题的关键伫倒位？伊讲，因无认捌上帝的义。所以想要立家己的义，常时用家己的义来抵抗上帝的义。摩西律法是犹太民族的一个骄傲，因也要通过这个民族特有的律法来立家己的义。因认为讲我遵守这个律法就真做义，因无法度看出律法是要指引人行往基督，要指引人行往耶稣基督的恩典，互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会通得到义。毋仅是犹太人，包括所有外邦人，只要相信耶稣基督人，拢会通得到义。因无法度接受这样代志，因为因认为讲，这超越伫阮摩西律法是超越整个犹太民族之上，上帝救恩超越伫阮犹太人民族之上，这较会实际。总是上帝美好意思是安尼。伫初代教会中间，有袂少的基督徒原本就是犹太人，因希望接受福音，总是由原有强烈这种民族主义。这种的主张，因这种强烈的主张，甚至当初时初代教会的领袖彼得、巴拿巴也受到因的影响。咱知当保罗完成第一届传道旅游，对到伫安提阿教会的时阵，有几个人因是基督徒，总是因原本是法利赛人，然后因对耶路撒冷的所在也来到伫当初时教会中心安提阿，伊教训这外邦的基督徒讲，恁着爱照着摩西的规定来接受割礼，恁若无接受割礼，恁就袂通得救。因佫主张讲，恁着爱甲外邦人行割礼，常时吩咐因来遵守摩西律法，若无因就袂通得救。恁来看，一个人就是相信耶稣基督，也着爱遵守有这个犹太民族特色的割礼、割的律法，因才会通得救。但这款的主张是显然要将上帝救恩局限伫犹太人民族主义下面。当伫安提阿教会，犹太人基督徒甲外邦人基督徒，因拢是相信基督的人。因原本做伙时阵，就通同齐食饭，大家昨昏食饭食了非常的欢喜。彼得也捌来到伫安提阿教会，当伊来到伫迄个所在上面嘛，甲外邦人做伙食、做伙啉、做伙伫这个所在分享，总是当即批对耶路撒冷来遮的法利赛人的基督徒来到伫安提阿的时阵，因开始做这主张。因非常的强势，所以连彼得也退去，连彼得也开始加身，唔敢甲外邦人做伙食饭。
其他犹太人基督徒看见彼得退去，所以也对伊咧退去，甚至甲保罗同齐去传福音，互外邦人的巴拿巴嘛共款加身退去。保罗先生看到彼得所行甲耶稣基督福音无合，甲上帝拯救世间人的真理无合，所以就当众人的面来指责彼得讲：但你是犹太人。你做人敢若亲像是外邦人共款，无亲像犹太人。你啥事要勉强外邦人，就爱学犹太人啊！即句话无好了解，不过即句话咱也对保罗甲彼得中间的互动，特别是对彼得伊所捌经历，安怎对原本一个犹太人的观点来转换成做一个外邦人，会当得救即款的观点，咱会通了解保罗先生伫这个所在所要讲的意思。保罗先生是要甲彼得讲，当你来到伫安提阿。甲着遮外邦人同齐食饭的时阵，你甲遮外邦人共款，拢会通做伙食饭。你已经无照着犹太人原本遮的洁净的礼，也是讲食饭的礼，即款的做法，你已经捌得到上帝的启示。你捌去伫迄个番培的师傅西门的家，伫迄个所在，伫因的厝顶来看见上帝互你一个异象。你已经知影上帝所洁净的物件，你袂通家看做是凡俗。你袂通家看做是无清气，所以你嘛到伫哥尼流的家，即个外邦人的家，你为着因来行洗礼，互因哥尼流的全家拢来接受即个洗礼。你无搁再将外邦人看做无清气，所以你也欢喜甲外邦人同齐食饭，同齐做伙。但是安怎？当即群奉割礼的人来的时阵，你就惊，然后你就退下，然后你无搁再甲遮个外邦人做伙食饭。甚至你搁要勉强外邦人，就爱接受遮个奉割礼的人，你就爱去遵守犹太人的律法，教着遮个外邦人，教着遮个犹太人的割礼。你是安怎要将遮个重担放伫外邦人的身上，认为因无接受割礼，无遵守犹太人律法，袂通得救。耶稣基督福音伫保罗来看，袂使互民族主义来甲伊绑掉的，就爱超越伫下世的民族主义之上。保罗为着这款的真理，伊不惜当初是责备，当初是初代教会介大领袖彼得，像是甲遮个奉割礼的人，不管是伫这所在咧争辩。但兄弟姊妹，民族感情非常宝贵，总是民族主义常常互一寡卑鄙的政客所利用。咱在二次大战的时阵，希特勒伊就是利用民族主义，伊对着当初时。遮个德国人安尼讲，民族的利益高过个人的利益。伊认为讲，咱日耳曼民族是介高贵的民族，那是犹太人是介卑贱的民族，你该杀掉，这是应该的。咱拢看过这款的记录，你若捌看过这个，请你着去华盛顿 DC 去个 Holocaust 的 Museum 去看卖。到底伫当初时，由希特勒、纳粹害死偌济犹太人，只有一个理由。民族主义。咱知爱因斯坦是20世纪介伟大一个科学家，伊本身就是一个犹太人。伊受到纳粹迫害，所以对德国来到伫美国。你家想，若是一个介卑贱的民族，有法度孕育像这款爱因斯坦这样杰出的一个科学家吗？爱因斯坦讲到民族主义，伊安尼讲：民族主义是一种的幼稚病。民族主义是人类的麻烦病，人类就爱远离这种幼稚甲着麻烦病。出名的心理学家 Erich Fromm， 伊讲民族主义是一种变态心理，最后伊的确会变做一种的偶像崇拜。民族主义内面有一寡爱国主义，总是如果这个爱国主义真做迫害其他的国家、迫害其他的人民的时阵，这种的霸权的时阵，那呢，伊是一种邪教。一种邪教的敬拜的模式。伫咱最近台湾有一个政党，伫英文的官网顶悬打一个标语，打甲盖伫顶面的所在，伊讲 Vote White, Vote Right。显然引起侪侪争论，因为这个标语甲着1958年，美国有一个政党叫做民族国家管理党 （National State Rights Party）。因当初时用的标语非常的共款，当初时的标语是叫做 "Vote Right, Vote White"， 这个 White 是白人。
咱知影三K堂是伫美国的一个独立的民间的团体。伫美国历史中间，捌有3个时期，即个三K堂出现。因所高举的就是白人至上主义，所以因用一个宗教仪式，就是来烧十字架。咱烧十字架，然后称做因开始的一个宗教仪式，然后因用攻击、威胁、谋杀、放火烧黑人的厝，放火烧黑人的教会，用这款的手段、暴力的手段来对付因看袂起的黑人、看袂起的有色的人种、看袂起的天主教徒、甲着犹太人。这是伫这块土地，这个称作上帝祝福的土地内面，所捌发生这种民族主义、这种的逆流。下世的民族主义、反犹太人主义继续悠远存在伫这个美国。2018年，离开咱即阵无偌久，伫美国宾州 Pittsburgh 有一间犹太人的会堂，叫做生命之树。当这犹太人咧举行安息日咧敬拜上帝时阵，有一个枪手，伊密去摕枪甲伊扫射，11个人当场来死，然后侪人来受伤。这是美国历史中间犹太人枪击事件中间较严重的一届。凶手是46岁的一个人，伊是一个极端反对犹太人的主义者。伫顶礼拜8月初2，法院已经正式判伊死刑。下世的民族主义到伫今仔日悠远的存在，咧威胁咱的社会，甚至威胁咱的教会。咱拢知影，伫正当5月15，这日我记了特别清楚，因为5月15是阮太太的生日。5月15，伫加州尔曼这间教会，台湾基督长的教会发生一个枪击的事件，造成1人死5个重伤，这款的惨剧。根据罗尾警方的调查，也包括顶届来到伫咱中间迄个尔曼教会的长老陈建文长老，伊亲目看去，伊所做的见证。伊讲，这个人，这个犯罪的人，伊事先将铁链将教会内面所有遮的门拢甲伊封起来，然后用这个强力锅将这个锁甲伊破坏，然后伊炸死的大桶的汽油桶，然后放伫教会4个角落，伊拢总有炸15个装满枪子，每一个这个枪子的枪压拢总有15粒的枪子这种的弹盒。然后，伊还阁炸2支半自动的这个枪。落尾检察官问足济人了后，得到一个结论：，伊讲我知影一件事，就是这个人，伊是要杀死所有当初是伫教会内底人，然后要将这个教堂该放火烧，该爆炸。兄弟姊妹，这离咱无远，这是伫咱台湾人的教会内底所发生的代志。若毋是当初时有这位陈达志医师，伊有正义感、奋不顾身，伫这个所在来阻止这项事，那安尼当初时可能全教会人拢得死。后来调查愈来愈清楚，原来这个枪击犯伊有一个中国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所以对着所有认同台湾的台湾人有心内的仇恨。伊做这款的代志，就是仇恨，出自仇恨，出自种族主义、民族主义这款的仇恨，来对付遐个老大人。下世的民族主义真容易变做仇恨甲暴力，对过去到现主时，对古早到现代，伊拢无消失过。咱台湾人捌深深受着这款的苦毒，但这个威胁毋仅是到伫咱台湾。这个威胁也已经到伫咱台湾移民的教会，咱不得不爱警醒。当咱对今仔的经文，咱通清楚，通对保罗先生的学习。做一个基督徒，真实听上帝，然后呢，对着家己的同胞，的确有自然、真实的民族的情感。咱就爱常常为着家己的同胞，为着家己的骨肉至亲来祈祷，唔通袂记记，你是伫你家庭，上帝设你做祭司。上帝互你得救，是要互你伫你这家庭中间，成做一粒种子，成做一个祭司。你就常常将你厝内底人提名祈祷，为着因的得救来祈祷。
当你无做这样代志的时阵，你是欠缺对上帝的护理的稳定。当基督徒，咱做基督徒袂通互任何形式的民族主义客观伫耶稣基督福音之上。福音是互万百姓，无要互特定的一个民族，包括犹太人，嘛是伫福音内底总是超越伫犹太之上。咱高举所属家己的民族来看轻、来敌对，甚至侵略其他民族，这是甲上帝真理无合，也甲耶稣基督的真理福音无合。咱相信耶稣基督，所以咱做一个基督徒，要有一个深厚的民族的情感，咱着为着咱的同胞的平安，为着因的得救来祈祷。同时，咱嘛得要有信仰的智慧来分别深刻真实的民族的感情，甲着迄个恶势偏激这种的民族主义。咱嘛得要有信仰的勇气来抵制论罪、偶像崇拜、甲受分工具的民族主义。兄弟姊妹，愿咱对保罗先生以这种真情的告别，互咱来得到这种信仰的智慧，甲这种信仰的勇气，请咱同心来祈祷。天父，阮的上帝，阮感谢你，互阮会通成做你的儿女。你有经赏阮，呼召阮，有分伫耶稣基督的救恩。求你帮助阮，会通做你所疼的儿女，互阮毋仅疼家己，阮会晓疼阮的同胞。互阮疼阮的同胞有真实佮真实的民族的感情，也互阮会通对你来领受上帝国义上甲智慧，互阮无受到恶势、民族主义的影响，来看轻无共款的皮肤、无共款的族群、无共款的民族的人。阮心内若有这种的轻视，求你着赦免阮。阮中间有一些兄弟姊妹移民来到伫美国，总是阮的内心悠远疼惜阮的台湾。因为阮相信天父上帝，你是万国万民的创造者，你是万国万民的拯救者。通过你的圣子耶稣基督福音，你爱万人得救，无爱一个人沉沦。来到伫你面前，阮要为着阮的台湾的同胞、骨肉至亲来恳求祈祷。主照你的应允，行伫阮的中间，你讲，就信主耶稣基督，你甲你的家拢要得到救。愿你大大赏赐你的人民来拯救阮台湾人，找你尽忠的罗卜宣教师到伫台湾做工，也伫台湾兴起济济为着你的国度尽忠服侍的牧者，互福音的种子也伫台湾这个土地，互你的圣神亲像河水常常来压灌，互台湾得救的果子日日增加，通荣光你的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门。God.
心。